歡迎喺度果仁傾科技。好啦，蘋果最新嘅 AirPods 終於出嚟啦。而家大家心入邊最大嘅疑問一定就係呢個 AirPods Pro 3同新嘅 AirPods 4到底應該點睇先啱？兩款都有降噪，功能睇落都好勁，真係令人選擇困難症發作。不過唔使擔心，今日呢集我哋就係要幫你一次過搞掂呢個問題。好，我知有啲人可能冇咁多時間，想快啲知答案，冇問題。我哋今次就直接入正題，先講結論。OK， 其實結論好簡單，你只需要問自己兩個問題就得。第一，你怕唔怕入耳式耳機塞住耳仔嗰種感覺？第二，你對降噪有幾高要求？如果你唔介意入耳式，佢同你講 AirPods Pro 3真係超正，真係好值得考慮。但如果你大部分時間都喺室內用，好似辦公室、屋企咁，其實 AirPods 4基本嘅降噪已經好夠用。好，咁點解我哋會有呢個結論呢？跟住落嚟，我哋就認真傾下背後嘅原因。冇，我哋唔多講，直接上規格、礦場正面對決等數據自己講嘅。好，大家而家見到呢張表就係今次比較嘅精華總整理。你睇下，由設計、降噪、續航力嘅好多關鍵位，呢兩款嘅分別真係唔係普通嘅大佢。我哋逐個睇下，到底差喺邊度？首先最重要嘅就係戴上去嘅感覺，即係設計同舒適度啦。AirPods 4呢，佢保持嘅開放式設計，所以如果你超級唔中意耳仔被塞住嗰種局促感，佢哋就啱晒你。而且呢，佢今次個外形有改過，比上一代更加貼耳，唔會成日無啦啦就想走甩跳出嚟。喺 AirPods Pro 3呢，佢就係標準入耳式，直接用耳塞猜實你對耳仔。物理隔音效果即刻加俾你，而且今次真係好貼心，直接送咗5種唔同 size 嘅耳塞，等你一定揾到最啱你嘅嗰一個。跟住我哋睇下操作方面，呢個分別雖然細，但用落真係好有感覺。AirPods 4淨係可以用捏咗，想喺耳機柄度調大聲。唔好意思，麻煩你睇翻部手機出嚟。但係 Pro 3就唔同啦，佢除咗可以按壓，仲多啲觸控滑動功能。手指嘅耳機柄輕輕嘅一滑，音量就調好晒。你話係咪方便啲超級多？再嘅就係電池，佢呢個續航力嘅差距，我只可以話真係好誇張。你睇下啦，一樣開住降噪 ，AirPods 4充滿電一次淨係可以聽4個鐘，但係 Pro 3呢，直接俾你8個鐘。足足多一倍，咩概念啊？即係話，如果你係嗰啲耳機一除就會焦慮嘅重度用家，成日要聽成日音樂或者開嗰啲馬拉松會議，佢真係唔使嘅。Pro 3嘅續航力就係絕對嘅王者。好，跟住呢個功能根本就係為我哋呢啲鯨魚佬設計嘅。如果你係嗰啲嘅隨手一擺，下一秒就問：喂，我耳機去咗邊啊？冇人聽住啦。AirPods Pro 3個充電盒入邊藏咗粒 U2 晶片嘅支援，精確尋找。意思就係佢可以好似 AirTag 咁喺手機上直接用箭嘴指俾你嘅耳機喺邊，勁型啊！喺 AirPods 4呢，佢就淨係得普通嘅定位，只可以同你講：喂，你哋耳機大約喺附近啫，剩翻嚟就靠緣分啦。OK， 硬件規格我哋俾完啦，跟住就要講下耳機嘅靈魂啦，啱唔啱？就係最重要嘅核心體驗，降噪究竟勁唔勁？仲有音質聽落點啊？我同你講。兩者最大嘅性能差距就喺呢度。蘋果官方直接講嘅 AirPods Pro 3嘅降噪能力係 AirPods 4嘅4倍。你哋聽錯，真係4倍。呢個數字有幾誇張？根本就唔係同一個級數嘅選手嚟嘅，完全係跨世代嘅碾壓。咁4倍到底係咩感覺？咁你想象下，你每日搭地鐵嗰啲轟隆轟隆嘅聲，或者喺車水馬龍嘅大馬路行路，喺呢個情況下。Pro 3一戴上去，成個世界即刻靜咗一半，真係俾你一個超寧靜嘅個人小宇宙。喺 AirPods 4呢，佢都會好努力幫你降噪，但喺呢啲極端嘈吵嘅環境下，你就會覺得，佢真係盡咗力嘅音質呢。雖然兩款都用緊 H2 晶片，芯片都一樣嘅大粒，但係 Pro 3就贏咗佢哋嘅體積，即係入耳式設計，因為塞得夠實，佢哋低音聽落就超級有力，好飽滿，成個音樂層次感都更加分明。特別係出面好嘈嘅時候 ，AirPods 4好多音樂細節好容易就俾環境聲蓋過嚟。真係幾可惜。好啦，所以 Pro 3貴咁多，冇錢到底花咗喺邊度？梗係買咗 AirPods 4嘅獨家秘技啦。我哋一齊睇下有咩功能係 Pro 先有嘅專屬功能。你哋 Pro 3就多咗呢4個大絕招。
由監測你身體狀況到啲好進階嘅聽力保護同輔助功能，呢啲全部都係標準版嚟嘅，係 Pro 系列先有嘅尊貴體驗。呢度最型、最令人眼前一亮嘅，絕對就係呢個心率偵測啦。Pro 3入邊加咗個新嘅光學感應器，可以直接喺你耳仔度量心跳，呢個真係勁正。等於你對耳機即刻變咗做運動手環。喂，如果你啱啱咁戴 Apple Watch 嘅習慣，呢個功能真係超級加分。好啦，規格、體驗、獨家功能，我哋全部都傾完啦。而家最關鍵嘅時刻嚟啦，我哋將所有線索拼埋起嚟，幫你揾出到底邊一款先至係你嘅真命天子。首先當然仲係要睇一下錢包啦。最入門嘅 AirPods 4係4490，加上降噪功能嘅版本係5990，然後頂規嘅 AirPods Pro 3嚟到7490。你會發現佢哋嘅定價好有趣，每一級啱啱好都差1500蚊，所以你嘅預算去到邊就係第一個要決定嘅事。咁啦，我哋一齊做個情景分析。情景一，你每日都要睇嘈到飛起嘅地鐵或者巴士上通勤，或者你成日都要飛嚟飛去，你對音質好挑剔，對降噪效果更加係吹毛求疵，而且你又唔抗拒入耳式耳機。如果啱晒以上全部條件，佢真係唔使再睇，直接買 AirPods Pro 3啦，呢筆錢絕對花得值。情景二，對你嚟講，戴得舒服先至係最緊要。你超級唔中意嗰種耳道俾塞住嘅感覺，但又希望喺辦公室、咖啡店呢啲地方可以稍為隔絕嘅人聲同雜音。佢有降噪功能嘅 AirPods 4，絕對就係為你度身訂造，性價比超高。咁你可能會問，咦？佢最平嗰款嘅降噪嘅標準版 AirPods 4呢？講真啊，佢哋嘅降噪呢啲關鍵功能吸引力真係唔大。如果你預算真係比較緊，而且你確定你完全唔需要降噪功能，咁我會俾你個小建議，不如去市場揾下仲未下架嘅 AirPods 3，話唔定可以用更抵嘅價錢買到，反而仲划算添。所以講到底，呢個問題嘅答案都係喺你自己身上，你要好好嘅一睇。對你嚟講，最重要嘅到底係咩？係頂級嘅功能、冇咁嘅舒適度，定係靚價？將呢三樣嘢排個優先次序，答案自然就會浮現出嚟。希望我哋今日嘅整理可以幫到你理清思路，令到呢個選擇唔再咁難。今集節目就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我哋整理嘅內容，歡迎幫我哋 like 同訂閱，然後將果仁聊科技分享俾更多朋友。我哋下集節目再見。